白果園 Mission 陳靜 Dada 呢晚就出席一個撲克活動，大 show 5寸事業線啊！即刻引嚟老外撲克冠軍飛撲上前獻殷勤，令佢勾翻起一段曾經被人抽水嘅經歷，嚇到佢花容失色，急急迴避啊！我好尷尬啊！我好尷尬，因為其實因為我知道佢係驚我跌低或者係禮貌上嘅，咁但係突然之間我覺得呢有人擠我嘅，定係呢冇得人擠我，有人即係有人掂到咁，我覺得我突然之間嗰個自然反應就會驚一驚咁樣，咁但係之後望一望，佢想扶一扶我，同我講聲我話想扶一扶我啫，咁就係啊。因為其實我細個有啲經驗係唔係咁開心，即係對於我坐巴士嘅時候咧，有啲人摸大髀咁樣，就變咗我個反應，我對男仔係好有啲即係嗰啲抗拒嘅會咁樣咯。所以突然之間如果唔識嘅時候，可能掂到我一啲即係啲敏感啲嘅部位啊，即係可能膊頭或者係手啊冇乜所謂嘅咁樣。咁但係突然之間有啲睇下咩情況之下掂到咧，我就會好抗拒咯。講到佢同莊思敏合作嘅電影《朝聖辦公室》，指上圍比隆咗胸嘅莊思敏更加正。Dada 就好謙虛咁話，自己肥啫，仲大讚對方皮膚極靚啊！至於同 Stephy 拍嘅《宅男總動員》，又令到平胸嘅 Stephy 比下去，Dada 就話我哋路線唔同，各有優勝之處啦。同 Stephy 合作學到好多嘢啊！另外啱啱甩拖嘅 Dada 就話喺台灣墾丁拍年曆，令到佢工作上好有滿足感啊，所以唔強求拍拖住啦，仲預計聖誕節會孤獨咁度過啊。